这几天新闻的最焦点，就是为高雄就北去甲网友见面的14岁少女，失踪3天，总算伫新竹找到人，原来是去互软禁。警察掌甲少女救出来了后，甲3个涉嫌妨害自由的嫌犯押返去高雄来侦讯，其中2个人无交保来请回，但是限制自己。这个主要的嫌犯姓罗，这个男子早起移送高雄地检署继续来问口供。讲这3天，少女之所以唔敢来化救人，是因为主嫌甲挂一个暗箍，甲骗讲会通电，甲吓讲若吵闹就要放电甲电，所以这个少女只好是急乖乖来保性命。上新的发现，警方伫这个姓罗的嫌犯的身躯查扣到4级的毒品。检警即卖是扩大的追查，要看是毋是还有其他未成年的少女来受害。发现讲4楼有一间密室，随大声喊。来，头转过来看看。头转过来，头转过来。原警将姓罗嫌犯抓起来救出少女。你要出来吗？是？高雄少女上北找头路，互人软禁3天，警方救出来了后，将3个嫌犯押返去高雄。少女有跟你求救吗？有跟你表示说她想回去吗？姓罗主嫌这3天唔但骗讲用带电的暗箍控制少女2平大的密室内面，逐项有液晶、空调、搁放物件所在。警方甚至伫嫌犯的身躯顶查扣到4级毒品。我们查扣13公克那据了解它是会有抗忧郁、酗睡的一个症状。那姓罗嫌犯因某目前是关系人。他是称不知道上面有这个，那相关的一个我们会再深入的做一个调查。另外，针对敢有侵犯过少女姓罗嫌犯问口供时，拢无讲话，检警会继续追查，调查嫌犯的密室，也有讲袂清楚的动机，敢有其他的少女受害。